演場，一命二運三風水，啲人有3衰到過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嗰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座廁又點解我次次快樂彩事中一個字係咁出事出世害事點解佢係我波士揸波子啊我都分析過類似同個病同車條病1987654321命二運三風水啊4寫入犯太歲6毛都仲咁衰7除8個人都10歲10個光頭都唔同命水人出場面我出場面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邊鏡頭影呢邊觀眾睇我唔見我哋坐喺側面嘅側面個斬字點樣先做到歌星今日你俾啲掌聲有請你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相攞獎現場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啊4積陰德5、6歲7、8年後生個女90幾歲仲未去個個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時我又踢波但係點解人哋踢皇馬我就踢南華球迷唔多想睇我又當經貴場上都以和為貴打和個和仔點樣先做到球星今個月你俾啲掌聲有請可以啊！大家即將目睹麥玲玲師傅現場嘅神級説唱，急如律令，攞獎演唱。我一出世就識睇梅花易數，用咗20年羅間東南西北梗係分到。我掌又睇到，相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難度。地頭好有肉，內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運暢旺，眉尾散，重錢拿，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較重性。玲玲我要問下我嘅桃花運。師君好男人，過幾年就結婚。玲我要問我老婆係乜嘢人？陸永大情人，個老婆好銷魂。師傅答得到，我第時做乜嘢好咧？師傅文筆好，最啱做寫稿佬。師傅上個面咧，答我做咩事有錢？陸永要表演，最適合做幕前。玲咪走住，農夫有咩要注意咧？溫歌主義，陸永要做主持。羅監最緊要睇得啱，人哋點樣講你都好下。你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相，攞獎現場，俾啲掌聲，麥玲玲，哇，好犀利！你知唔知師傅呢個進步？全靠你哋啫！真係你犀利，而家冇問題啦。終於而家可以係真係唱現場啦，師傅。係好厲害，好厲害！多謝晒大家，多謝晒大家今日嘅光臨，多謝晒大家。師傅10年前唱緊嗰啲全部都唔係現場㗎，而家真係現場嚟。冇錯，我哋都有。